自往2024年7月1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救赎甲审判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希伯来书12章18、19、29节。恁毋是来到迄个摸会着的西奈山，伫遐有火焰、密云、黑暗甲暴风，阁有喇叭的响声甲讲话的声。听见的人恳求上帝，毋通阁对因讲话，因为因袂当忍受命令因的话讲，连走兽若磕着山，嘛着用石头钉死。迄个景象非常通惊，对甲摩西讲：“我惊甲皮皮喘。”毋过，恁是来到锡安山，永活上帝的城，天顶的耶路撒冷。伫遐有千千万万的天使聚集庆祝。恁来到上帝的大囝聚集的会所，伊的名已经记伫天顶。恁来到审判万人的上帝面前，到已经得到改造成做完全的义人的灵魂遐。恁来到新的约的中间人耶稣的面前，甲所受的血遐。这血比亚伯的血所表达的搁较好。要谨慎，毋通拒绝伫对恁讲话迄位。遐个拒绝伫地上警戒因迄位的人，都袂当脱离罪。咱若拒绝对天顶警戒咱迄位，搁较袂当脱离。迄时，伊会声摇动大地，毋过当伊有应允讲。搁一遍，我毋若互地，嘛要互天摇动。搁一遍，即句话指明，遐个受造的物受摇动、受牵线，是要互遐个无受摇动的留落来。所以，咱着感谢，因为咱有得到迄个袂受摇动的国度，咱着照上帝所欢喜的。用虔诚甲敬畏来服侍伊，因为咱的上帝是毁灭的火。救赎甲审判，希伯来书作者呼吁长long时受苦的信徒，所以咱着感谢，因为咱有得到迄个袂受摇动的国度。所谓迄个袂受摇动的国度，是指基督的国度。虽然这世界的受造之物要受摇动、受牵线，但是基督的国度是圣洁的，是坚固、袂受摇动的。伊最后要取代这世界的国度，直到永远。几年前，台湾知名导演魏德胜捌拍片失利，想着无法度照顾几百名员工的生计，以及对不住遐个捐款、投资支持的人，互伊万念俱灰，一度想袂开。伫疫情隔离的期间，伊独自一人伫厝内，常常想起过去拍摄的纪录片，捌有一位罹患骨癌的少女。查某囡仔因为癌细胞侵蚀，一支骹截肢，几支手指头仔也无去，但是伊并无忧头革面，反倒转乐观面对。想着这带予伊真大的震撼和启发。原来迄上软弱、微细的性命，求生的欲望却是上强烈的。迄位少女才是上强壮的大人。反倒转真侪大人总是一日到暗怀忧丧志，迄一刻是真痛苦的。可是后来想想咧，我若跳落去，还是无办法交代，只是甲无办法交代的代志留互厝内的人，留互公司，迄只是搁较无负责任的做法。这互身为基督徒的伊对生老病死有搁较深的体悟，所以
拍摄美国这部以抗癌儿童为主题的电影。我从来无放弃，无离开家己的位置。迄本书作者提醒咱，既然已经得到袂摇动的国，就毋通因为任何俗世间的国的事摇动，也是因为今世的苦难得怨叹，是爱心存感恩。咱并毋是因为即世界的事，也是环境对咱拢有利，才想要感恩。是爱因为得到袂摇动的国度即件事来感恩。作者劝勉咱爱按照上帝所欢喜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伊，这就是咱感恩的方式。感恩并毋是只有表现伫嘴里称颂上帝，是表现伫整个侍奉上帝的敬虔态度和生活的顶面。咱应当存着仰望和忍耐的心，忍受苦难来奔走一生的路程。上面咱若无向前迈进，敢若伫地上追求俗世的国度，恐惊就会失去上帝的恩典，互罪的毒根生出来。另外一方面，因为伫新约之下，既然有更较水的仰望，为着要听候迄更较水的国度，咱就着忍受这至渐至轻的苦楚，无所畏惧，向前奔走。假使伫受苦中，还会当显出疼心、宽容和善良的德行，就会当互上帝得到荣耀，也通减少外人对基督徒的误解，通得到别人的认同。互兄弟姊妹之间更较同心，会当因为彼此体谅，互相劝勉，赢过世上的苦难。默想，当我伫患难中，敢会因为得到基督袂摇动的国，心存感恩。当我伫患难中，敢会因为得到基督袂摇动的国，心存感恩。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基督的血是为着侪人来流出，会当担当人的罪，救人免死，互人承受新约福分，搁担保互人得到你的欢喜。我相信基督的国度要取代即世界的国，愿你互我对世界的国度迁到基督的国度，直到永远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